他们是谁？他们是明镜村真正的村民。真正的村民？你之前在明镜村见到的那些村民，之前并不是生活在明镜村。你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吗？他们来自于人间。你知道？我在村里一个小女孩的胳膊上看到了一个卡介苗的印记。那个卡介苗是只有人类在小时候会注射的疫苗，那种疫苗是为了防治人间一种叫肺结核的疾病。但是，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村里的每一个人。他们全部都是人类。我知道这有些不可思议，因为除了机灵人，只有极少数人类可以在灵域生存。他们要么以缓慢的速度适应环境，进化为灵人，要么以极快的速度适应环境，演化为异人。而明镜村的人类，显然这两种都不属于。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他们都是被人从人界押到镇魂界来做实验的，实验如何让人类能够在灵域中生存。因为灵域的环境对人类来说负担太大，所以人类在灵域里生存会持续受到损伤。但如果有办法让这种损伤在瞬间痊愈，那么人类就可以在灵域里生活下去。这不是加强了细胞结构的能力，而是加速细胞分裂的能力。细胞分裂的次数是有限的，加速分裂的细胞，实际就是预知未来的寿命。明镜村的村民，他们马上就要死了，因为他们全部都是实验品。所以村里的人觉得村外的人是妖魔，不敢出村；而村外的人觉得村里的人是妖魔，不敢进村。这样秘密就不会被触破。对，这就是他们的策略。那5年前出村的妖怪呢？他们大多都已经死了，侥幸活下来的，就是你眼前看到的这些人。他们就是最初的实验品。南岳父从他们身上实验出让人类细胞再生的药品，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灵域里活下来。所以他给他们洗脑，让他们以为他们是世代居住在这里，因为生病，所以失忆。那这些原来的村民，也都是世代居住在明镜村的吗？他们也是人类吗？对，他们全部都是人类。可人类是如何世代都居住在灵域里？你知道的，有一种人可以，他们全部都是邪灵人。北洛，我得到消息，曹彦兵突袭灵甲军营，杀死了包大丁。什么？他竟敢！我们出去说。灵甲军大殿损失惨重，神算天书失窃，似乎曹彦兵正在等待菩提树启明的时间。送那个女孩回人界，
钉死曹彦兵，可保菩提树无恙。当初就不应该让他离开明镜村。现在不让他进明镜村，也是可以的。为了无上国，师门自会拼死一战。这位是我们明镜村的长老。他们都不说话，是都不能开口了吗？杀人灭口，如果他们让你活下来，就不会让你再有机会开口了。可你为什么要帮他们？因为我也是明镜村的一员。我已经没有时间了。那你现在可以把一切都告诉我吗？故事发生在5年前，那时候明镜村还不是玉林界居民口中的妖魔之地，而是一个可以净化妖魔的宝地。我救了毒蛇，毒蛇却咬了我，难道我做错了吗？先生的行为，我无愿评价对错，请随我来吧。感谢长老救命之恩。祖训在此，有言在先，先生不要怪罪。一如所诺，只恨无以为报，在此谢过。送他出村吧。菩提树可以治愈多种疾病，是世上生物。祖训有言：村中事，不足为外人道也。入村者，须在明镜台前问其真伪。救治后，须去其记忆后放行。祖训至今已有1600余年。哥，走了。你在看什么呢？我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别胡思乱想了，祖训规戒，不能出村的。快走。救我！救我！走。长老，他怎么样了？五脏六腑均有损伤，气血不足，毒入心脑，且有一处致命伤在腹部。长老，
他是什么人呢？怎么会受这么多的罪？您能救活他吗？救人之前，必在明镜台前询问受伤缘由，是否奸恶之人，再去其记忆。但他虚弱无比，半只脚已经踏入了棺材里。此时若强行开脑，长老，那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长老，救人要紧啊！他伤得如此之重，还是把他交给菩提树吧。你醒了？是你们救了我吗？静轩，长老，这位是我们明镜村的长老，就是他救了你的命。救命之恩，不敢言谢。你不用谢我，只希望能如实回答我的话。一定如实。你是何人？因何而受伤？是有仇家追杀你吗？在下南玉夫，是灵甲军的将主。我听进来的外人提起过，是官府的军队吗？却为灵域下辖。我率军追击抢匪，因为冒进，咕入敌营，险些丧命。之后我身受重伤，部下有羽林接人，告诉我，只有进明镜村，才有一线希望。没有外人能知道明镜村是什么样子。我也听说，重伤之人进入明镜村，出来之后身体痊愈，却半点都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那是因为救治之前必先去其记忆，你性命垂危，也就另当他论了。救命之恩，还望报答之后。哎，我们无需报答，只是祖训在此，明镜村此中之事不足为外人道也。你伤势虽愈，但伤气仍在肺腑之中，需在菩提树下静坐10日，每日2个时辰，方可化解。谢长老。菩提树所散发的香气，有凝人心神、散人晦气的功效。那日之后，南玉夫便日日在此盘坐，以化解肺腑之伤气。
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你听得出来？高山流水，你的琴技就是伯牙在世，也不遑多让。南先生实在过誉，不知在菩提树下休养之后，感觉如何？心旷神怡，仿佛心中慧气一扫而光。这菩提树可谓是神树也。也是蒙阴祖上选了这么块宝地。我还不知你的姓名。我叫白敬轩，之前和我在一起的弟弟叫白敬英，我们明镜村的人都姓白。我来求医之前，听部下讲，明镜村乃秘境，里面住着神仙。其实外面的人对这里一无所知，只是常有重病之人前来求诊。其实正如南先生所见，这里哪有什么神仙，只不过是一些渔樵之人，自给自足罢了。长老医术高明，若是悬壶济世，必定是一代神医。明镜村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村民们神色安详，当真是和外面的光景大不一样。外面，白兄，你这是？我自出生就在村里生活，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白兄为何不到外面看一看？祖训规戒，不得出村。那真是太遗憾了，因为外面的世界很美。自那之后，蓝玉福每天给我讲外面的世界，讲那1600年来发生的故事。我听了很多精彩的故事，也听到很多无奈的人生。时日已满，你肺腑之中的伤气已经化解，是出村的时候了。玉夫明白，多谢长老救命之恩。你要谢的不是我，这是菩提树的旨意。敬轩，静轩，真的不想忘记你。静轩，再见了，不要忘记我。南先生，我们就送你到这里了。再见。哥，我们走吧。你先回去吧，我想为他再走一曲。
静轩，跟我走吧，我带你去看外面的世界。我并没有真的消除他的记忆。我们说好的，他说不想忘记我，但我并没有想到，他想带我一起走。大火就此铸成。后来我才知道，南岳父是希望可以在界灵人的身上研制出可以让人类在领域生存的药物，实现他更大的阴谋。希望你能够打败南岳父，重建明镜村。美丽花妖魔，吞噬魂魄，欲望的漩涡。你问我为何还要执着，不去从那规则，闪烁着金光的枷锁。纵然已有太多人沦为权力操控下的傀儡，真不甘心把世界交给那些虚伪光鲜败类。抛开虚伪，全力以赴，就算上天从来不分错对。属于灵魂自由的堡垒，是要将它永远守卫。退一无可退，一身错背，将所有负罪燃尽社会。已有太多人沦为他们操控下的傀儡，纵然已有再多